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常常听人讲牙牙到底什么意思？今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牙歌的第五条。牙是一款古早的刑具，锁伫咧犯人的阿妈棍，也有手，互人无法度震动。甲骹锁掉的刑具，咱讲骹牙。混看来讲，这代表一款的负担，会甲人束缚掉咧。像讲咱讲牙也有名利牙，就是互名甲利束缚掉的意思。这里鼻音读做家，冇人读家锁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牙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讲甲做重的牙压伫咧肩胛头，代表讲无代志找代志，讨皮疼。第二个词，真侪人爱食，读做卡食丁，这是一款淡散，甲面粉加做伙摕去煎，冇人讲是蒜蓉鸡、烧鸭骨、烧鸭条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听讲这间店的卡食丁真好食，佫出名，为了要食讲到底是啥物款的滋味，阿明就那甲车插伫红线落车去买，煞互人翕相检举，真正是无家行交易，无代志找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家，这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家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